是甲公主相救，若那无，咱母女唔就伫阴祖地府见面咯。娘，公主，你甲看，迄个陈姑娘吼，愈看则愈像明伦君主，足奇怪。 听几官家伫咧提起明伦君主，莫非你捌甲伊见过面？是啊，陈大娘你安尼问，莫非你也捌看到伊这明伦君主？毋若捌见过伊，伊就是娘。公主，你对京城来？ 一定知影一寡京城的消息。我想要问你讲，封侯的胞弟东亲王做军好。东亲王在3年前就去世咯。娘，你个问这是要创啥？原来呢？ 亲王的大福晋，东王大福晋，伊也去世差不多要1年啊。有留一个查某囝叫做明伦君主，封侯十分的宠爱。虽封侯伫身躯边，即马嘛住伫宫内。 大娘啊，受过伊命啊论啊，这个毛相思，伊哩东啊王啊，好看啊怜嘞，甲公主也虽然你有。 有名伊
皇亲王的囝儿如意。正是。小王爷，哎，定尊捌叫过我的名，我也不便对你隐瞒。其实，我就是当亲王的小妾魂妃。当年，我心怀有意，当亲王要来福晋，伊强惊我生王子，夺着伊的地位。本来想要甲我害死，好咧，刚才令尊亲明大义，才了我一死。也毋过大福晋，伊犹原毋甘心，竟然做一项罪孽，甲我遣送回王籍，永远不准进京。想要到我生出来也是一个女儿，想讲伊甲明伦郡主是共爸共母，所面貌毋才会真惨像。我离开京城的时阵，明伦只有3岁，只不过短短17年。当亲王甲大福晋就来过身去，想起当年，哪惨就一场梦呢？但安尼讲起来，伦贵，如意该称呼你一声亲庙，亲庙，我感动，请坐。亲庙你也坐。哎呀，阿娘，公司已经过去啊！小霸王就要来迎亲啊呢。大正，因为讲今日迎亲的代志，所以袂记一阵。阿娘，到底安怎才好？亲庙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咧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李大华的囝儿李雄，伊看到伊母舅伫咧做总督，伊就重视欺人，人称呼伊小霸王。伊看介意阮秀姑，所以将秀姑未婚夫朱玉清掠走。看今仔日是黄道吉日，伊要来迎亲啊！怪不得秀姑想要投河自尽。小囝，这个灯啊！你若是我来，我这支手就要互断。你唔通我来，你唔通我来。公主啊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哪要破坏着我的喜事？哎呦喂啊！是你破坏别人的喜事，哎呦！是安怎样啊？要强拽秀姑做轿？讲，这恋爱，你要讲也唔讲，朱玉清藏伫什么所在？哎呦！讲！哎呦！我讲，朱玉清，我甲别个瞒讲，准备要我要死。满哭。
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特别感觉冷啊！文咯，你病才拄啊好尔，衫若无穿个，万一搁寒着，死会扫呢。讲，我来去看药兵，快点心思好也未？小妹王聘罗，事你若唔听伊的话，免不了会引起一段争论。我较安怎讲，伊是你阿叔甲阿姊，为着我，但互恁不如意，叫我要哪会安心就好。这件代志你放心，阮阿叔伊一向真疼惜我，伊一定会免讲。要若阮阿姊，我会坦白甲伊讲，我对台碧如只是着当作是我亲小妹伫咧看待而已。我从来甲伊也无感情，要若勉强叫我甲伊成婚，敢是害碧如伊会一世人痛苦。碧如，你是咧讲啥？古庙表演爱是当年军，假使你若是勉强笑是我甲表演的军事，安尼你是害我一世人。对，想会到碧如你这查某囡仔吼，搁遮尔啊有见解，你的想法吼，甲恁阿公啊拢无共款。较掂的好无？我掂去啊。碧如，你家己爱想较详细咧，以后你若搁后悔，迄就袂赴啊。
我袂后悔。虽然我即摆对京城来遮是要甲表爷成亲的，不过即马就算讲我来遮食喜酒的，来欢喜的嘛是共款。对，安尼对。若是讲你这个查某囡仔度量吼，实在是有够好的啦。哎，你哪会遐教话哈？我搁点去啊。姑丈，姑庙，表爷伊已经将祖传的金钏当作定礼，也是送互当年君伊做订婚礼物，所以这段的日子，伊有搁破病，也是当年君伫咧照顾伊。不管是甚物情形啊，恁两个拢是爱承认这个新妇嘛。安尼好啦，就安尼决定啦。后月你的初九吼，就是风度结日嘛，啊，就决定吼，咱风婆啊吼，啊，甲当年君两个人去完婚派场。性格的，你帮助朱玉清抢到着我的物件，现在是阮阿舅派兵要来抓你。阿舅，就是伊啦。